創世記11章，那時天下人的口音、言語都是一樣。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，在拿士地遇見一片平原，就住在那裏。他們彼此商量說：來吧，我們要作磚，把磚燒透了。他們就拿磚當石頭，又拿石漆當灰泥。他們說：來吧，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頂通天，為要傳揚我們的名，免我們分散在全地上。耶和華降臨，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耶和華說：看啊，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，都是一樣的言語。如今既作起這事來，以後他們所要作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。我們下去，在那裏變亂他們的口音，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。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裏分散在全地上，他們就停工，不造那城了，因為耶和華在那裏變亂天下人的言語，使眾人分散在地上，所以那城名叫巴別，就是變亂的意思。閃的後代記在下面。洪水以後3年，閃100歲，生了亞法撒。閃生亞法撒之後，又活了500年，並且生兒育女。亞法撒活到35歲，生了沙拉。亞法撒生沙拉之後，又活了403年，並且生兒育女。沙拉活到30歲，生了希伯。沙拉生了希伯之後，又活了403年，並且生兒育女。希伯活到34歲，生了法勒。希伯生了法勒之後，又活了430年，並且生兒養女。法勒活到30歲，生了拉吾。法勒生拉吾之後，又活了209年，並且生兒養女。拉吾活到32歲，生了西錄。拉吾生了西錄之後，又活了207年，並且生兒養女。西錄活到30歲，拿了拿鶴。西錄生了拿鶴之後，又活了200年，並且生兒育女。拿鶴活到29歲，生了他拉。拿鶴生了他拉之後，又活了119年，並且生兒育女。他拉活到70歲，生了亞伯蘭、拿鶴、哈蘭。他拉的後代記在下面。他拉生亞伯蘭、拿鶴、哈蘭。哈蘭生羅德。羅德死在他的本地迦勒底的吾爾，在他父親他拉之先。亞伯蘭、拿鶴各娶了妻。亞伯蘭的妻子名叫撒萊，拿鶴的妻子名叫密迦，是哈蘭的女兒。哈蘭是密迦和易家的父親。撒萊不生育，沒有孩子。他拉帶着他兒子亞伯蘭和他孫子哈蘭的兒子羅德，並他兒婦亞伯蘭的妻子撒萊，出了迦勒底的吾爾，要往迦南地去。他們走到哈蘭，就住在那裏。他拉活了205歲，就死在哈蘭。